新花，你来爸。阿爸问你找伊要创啥？哎呦，妖精哦！啊，这双手都做啊，甲恁老爸同款，会艰苦袂？袂啦，敢若是规双手勾我规个hand指顶量伫天，快袂挂齿尔啦。啊，树老伊有较好无？有啦，等树人的脚过两工啦较好的时阵，再来换你倒转下来。你去要甲恁阿爸讲，讲阿母有代志，你甲伊讲哦，去甲伊讲，紧去啦。甲曹操等伊啦。啊是安怎啦？无男无女啦，无才调人做啦。我都甲你讲过啊，新华的伊都毋捌做粗重的，毋知做无落来。好啦，要无我再甲带来转来。你转去啦。稍等下啦，我话都讲啊袂煞咧。我听阿囡仔讲吼，树兰坎啊较好的时阵，伊就要甲带去家里兴呢。你都爱甲主动，毋通互阿囡仔甲带去呢。啊，树兰是有较好无啦？有啦，过两工啊，伊就法度来甲你斗做啊啦。我是讲惊阿敏啊，先甲伊带走呢。哎，啊有较好就好啊啦。稍等下啦，啊我咧讲话你是无咧听晓？你是毋惊树兰叫阿敏来带走了？哈，去互小马甲个这个，啊无你转来咱拢无讲嘛。啊，这无你就惊你烦恼，毋则无甲你讲。啊，哎呦，这小马仔既然敢遐尼厉害，咱莫赶紧想啊，家己也念才对哦。有啦，我准备要做下迄个大卡铁男啊，甲这小目仔人关起来。啊，毋过这个做铁男啊，都爱开偌济钱啊，所以啊，爱请恁大家啊来教父。啊，这小目仔吼，虽然拢伫阮遐出任吼，这甲恁是无关系。啊，无你来看，今仔日明明都迄个魔力拄着啊啦。哦，对啦，这是大家意思。来，姐就这里签一个吧。好，无你摕哦。啊，这钱都免遐赶紧的。应该啦，应该啊，趁财。无咱真多谢吼。对啦，好，我今仔伫迄路拄着你亲母吼，好，伊甲你学落甲，讲你做人啊是偌好咧，啊你这一定吼讲好，讲偌贤咧哦。哪有啦。青红兄，哦，这个阿坤啊，因两个翁仔某吼，真是小好样。迄大汉查囝吼，啊会当叫人来遮做这个新妇啊，啊细汉的是风格的甲学咯，哎呦，真正疼痛，真骨力，是安尼吼，无当搁找有的啦。啊，因这两个仔某都靠这两个查囝吼，一世人啊，食袂空。是讲，都是靠因小妹这秋兰啊，是安那样啊得人听。哦，迄秋兰啊吼，虽然是10外岁囡仔尔呢。伊咧做哦，拢大人的工课，无管是泥田啦、割草啦、饲牛啦，厝内是通拼到清气当当哦。哦，实在讲一个真乖的查某囡仔呢。啊，无管是三顿煮饭啦、洗衫啦、陪单、拍日啥物，业务事务做甲拢真认真啊。咁真是安尼？我这保证白啊！你讲话敢袂使骗人哟。你看咧。你全汉之恋无安尼切面来清气。阿母，你愈遮尔大个，你有皮啦。你家己撸，你家己。新怀，你安尼去拍一工的汉字签，啊，恁老爸就甲你赶转来。你紧想看你较兴趣什么工课？若袂真粗重的吼，阿母就互你去做。我要做重机。啊！你做重机，我毋咧做倒头，夭死我！哎呦，阿母，你拢甲我包，足疼啊！我这后头毋是公鸡啊！我互恁大姊安尼气甲规百岁啊，佮甲我讲迄543个啦。谁叫你要做树人阿伯？啊，这拢假人啊！毋则会无代无志，久要倒转来甲你冤家。啊！你是咧讲啥个啦？真气啊啦！阿母，你啥物时阵变啊凶啊？我嘛是你的公囝咧。无咧稀罕啦！看你要去互谁做囝，做你去啦！你讲的哦，我要去互小娃做囝。你是咧讲啥？你死那济咧，我没办法。我咧讲啦，你若要小娃做囝，你就别转来啦。吼，这夭寿啊，愈来愈后因为人，气死我了咧！
阿母，你要挂无草，我会行啦，我会等下甲你斗挂。你敢有法度？有啦。秋兰，你创啥？这是讲袂听。挂无草本来就是我的工课啊。我有法度行，但无法咧，我嘛会使斗挂。好啊，你若爱做，你就去做啊。阿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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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套还记得无？不是阿姊。无你为虾米？明早还就是为你好，你搁甲我作对。你靠啥？你这连性命嘛一滴，你搁啥物好艰苦？我无想操你啊啦！阿姊。阿姊遐尔疼，哪有可能无会操你？阿姊叫对呀，怎么就孤单？来阿姊，咱甲阿姊做伴，好不好？阿姊，你莫搁哭啦，我答应你啦。混沌呢？混沌哦！我倒咧是哦，我甲恁倒讲吼，有听到保证咧讲哦，讲秋兰这查某囡仔真骨力，阁真乖呢。啊，阮两个参详了吼，想讲要甲秋兰这查某囡仔吼，甲栽培起来，你才甲头四看讲，甲讲叫伊带转来无要紧啊。道长，卡长，ありがとう。那呢，我甲托西哥讲，若是会用的，因我就带秋兰来。好。啊，我哋小弟，你去甲亲家前面讲，哦，秋兰啊，若是来咱家吼，咱就甲当做是安尼亲生的查某囝共款来看待，对啦，叫伊哦一切都放心啦，哦。我知，いってきます。对啦，是。好，紧去。即马就爱顺这少年的意思，啊是讲哦，加一个哦囡仔伫的哦，啊嘛加较老热啦。啊，个秋兰啊吼，嘛10岁啊，已经大汉啊。以后吼，托西克若生囡仔，秋兰啊会当甲咱斗出来囡仔。对啊，真好真好。阿母，你哪个来？秋兰有较好无？有啦。你是想讲，阮秋兰脚若好，你就要来带伊去恁兜，你毋着问我看见无？阿母，做你放心啦，阮道长卡上有讲过，秋兰若到阮兜，一定好好甲疼上，你毋免烦恼啦。我家己查某囝，我会晓疼，毋免你来加顾啦。阿母，我知影秋兰真后甲你斗趁钱，然后会住阮兜，我会补偿你一寡钱啊。钱，我都毋是咧卖查某囝个。啊，你是要安怎补偿伊？阿母，你毋通误会我的意思啊！我甲道长有参详过，秋兰若住阮兜，加减斗做一寡钱，每个月我会互伊钱做首付。啊，那阮秋兰哦，做工课是足骨力啦，搁足认真啦，迄严日本人都学到，才会答记起来。我哪有遐简单，秋兰就去互你带去？阿母，你草是互牛食晓？当然嘛是要互牛食的。我甲你斗单，我这档是足粗重的呢，你敢有法度？我试看卖啦。阿母，你看，
我当有法呢。那这算啥？那秋兰打这哦，是加你的2倍大价，打咧溜走啦。阮厝欠卡手，兼秋兰来做工课吼，阮是真艰苦啦。啊，无安尼啦，这档互你打，铁面我甲你开。行。放落加较紧的。咱的梦，咱的缘，为何无结论千里路？出来，阿姊，要食芭乐无？你去倒位办巴啦？我去长华边买芭乐的啦，无人的哦。出来，较紧的，洗洗我要食，较紧的啦。今日真辛苦，牛草拢免我担。阿母，这个脚踏车是毋是支付的啊？是啊，阿母，好算一下好好啊，较细意了。无？来，哦，阿母，阿毛你咧？也伫后壁咧喘的啦。心怀，阿母，遐个芭乐毋是我头版的啦。我毋是咧讲别个代志啦。心怀，阿母决定要互你去学西啊。要去做哦。秋兰，你有想要去读册无？好，阿母答应你。哎呦，一个囡仔尔，你来甲穿到这舒适啦，啊？哎呦，你知影一个啥？人个秋兰吼，捌伫咧青曲运动的人吼，去互日本警察甲颁奖呢。啊，咱一个大人，怎么输一个囡仔，还这个死得着？对呢，是呢。哎呦，哦，この人形、可愛いね。哎呀，可愛いね、この人形ね。哎，大姐，哎，我问你啦，啊，秋兰来咱遮大吼，啊，咱是算加一个查某囝，还是加一个查某孙啊？秋兰实在是了少岁，但是哦，甲都是个，伊是同辈呢。啊，那安尼讲起来，应该是一个查某囝才对啊。啊，若是讲要爱一个孙吼，这落阿叫吼，魔力家就是讲暗时啊，较拍拼者，安尼才有法度。哦，你哪安尼啦？愈老愈无正经呢。我讲的拢是事实咯，唔是无正经哦。哎，可能你又可以哦，哎，很多呢。我放弃啦，我放弃啦。你这是唔听话，你试看卖啊！你不爱去，你咪甲你讲到，互你去都袂。我你讲，你啥都真唔听话。阿母，你什么意思？对嘛，你无事啦，若是要叫秋兰去的呢，你叫我要创啥？你点念啊？咱的条件交换啦。我若有秋兰去读册，你带新发来去中药店学西啊？安尼毋是对因两个足好诶？我是毋知你咧变啥物梦。秋兰要读册，我会带伊去家己囡仔，免你烦恼啦。我嘛无需要甲你交换条件。阿姊，莫哩，我是因老母呢。恁某对我讲这个话，安尼敢对？无我看安尼好啦，我去问阿爸。是家之主，应该有决定才对。对啊，你要带秋兰走，恁老爸还佫无答应呢。秋兰，咱你来去。你个人你要去创啥戏啦？阿母，伊趁我无水的时阵，用这个三连包。姐夫，你听我讲一句公道话啦。无你叫恁姐夫要创啥？恁阿爸讲话才会算话啦。行了，家己迄个农场对摕去，你知无？应该知啦。秋兰恁阿爸伫遐做工课，你去遐找伊啦。すいません。阿伯，借问一下，
咖喱龙长学位对一边行。哦，对啊，直直去哦，啊，佮越过就到啊啦。阿爸，我是茉莉啦。嘿，茉莉哦，啊，你哪来遮？阿爸，我甲你斗体。阿敏的意思是讲要带树兰救你遐大啦。啥？啊，你凭什么甲阿敏也要甲秋兰带走？我就要带树兰去咖喱遐读册，好好甲栽培。阿母的意思是讲，爱教我条件，互生活来去，才互树兰读册啦。啊，今日来遮就是要问倒上你的意见啦。没问题啦。阿爸，免讲啦，免讲啦。阿爸，阿爸，我甲你斗体啦。阿爸。咱的梦，咱的缘，为何无结论？姊，你是安怎？后母气到胃疼，还搁去测酸，身躯艰苦要死。毋是阿母啦，你是讲我国家拢无休困，咱才会遐尔艰苦。毋是阿母啦，你千万毋通怪阿母。秋兰，阿母伫灶骹，你听一杯就我。好，阿姊，你先坐咧休困。是我，你是咱遮个唔听话啦。阿母，你读了那这年的册，目的是要互你去中药店去学师啊。我想讲，你若学出师，将来会当做医生赚大钱。医生嘛足好名声，接受同样无。嘿啦嘿啦，真好啦。我甲你若拍，他讲是安尼欠长内度，敢捌讲买一个较好的来食，这是为想啥物？嘛是拢为着你的前途，你来遮个唔听嘴。阿母若想讲你留一辈仔功夫，我嘛安尼欠一个老本，将来互你去开店做生意，互你做头家。想袂到你安尼功夫学袂掉，安尼走脱转来。安尼叫阿母以后要我讲什么人啊？信我啦，你是互阿母将失望的啦。阿母，你莫艰苦啦，食饱啦。